成拉杆再抓，哇，怎么进的？奇妙老爹，本土洋将蔡文成没有角度零度角的出手啊！好，罚球也都把握住了，所以现在35比23，张宗宪好球啊！这个周祥军跟上周林志杰异曲同工。哇，这球要给没错。哇，这球其实挖口去守到中线的话，钱肯林这球应该更积极的去补位到曾祥。篮板，倭寇把球给拨了回去，哇，直接是冲撞到我们的主播台，是哇，前面马上来个扣篮。对，倭寇刚刚非常积极啊，往我们就在刚才隐藏的角落。哇，塔比的飞身单手飞扣。 做这个攻击篮筐的动作，这边前面发生失误，工程师有多打少机会。高国豪给到本身超神奇，过来单手的飞身扣篮，哦，马上新竹县体育馆嗨！哇，这一球真的完全上追撕咬，哇！前面又是林耀宗的快攻机会，这球被开始盖了下来，后面有可丁却双手。 第一时间反扣得分啊！哇塞！你看这球林耀宗，哇，从后面跟上来的卡丁杰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高出手的一个时机点，对，并不是太好啊，让对方还有最后2秒钟，蔡文成拉杆再抓，哇，怎么进的？奇妙老爹，本土洋将蔡文成。 出手啊！哇，这球，我刚刚跟奎哥在讲啊，我这辈子打篮球也没看过这么犀利的角度去进球，哇！